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專業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喇沙對面嘅碧華花園，介紹間3房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碧華花園7座低層私室，實用1211尺。咁碧華啲則係非常之實用嘅。呢個成個客廳，咁1200尺嗰啲則就一定係對望翻1200尺嘅啦。咁佢呢個原則啦，呢度飯廳都有個窗嘅。廚房裏邊係姐姐房，佢呢度做咗個套房喎，工人套房。呢間就有車位，可租可買嘅。呢間都企理嘅呢間。第二間，呢個係主人房，有個衣帽間。碧華花園一向深受家長客嘅歡迎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